主动向你报告，你买个30斤素质2级青菜，为一箱主动性年夜饭打你送得来着。哎呀，送着了谁呀领头脱？哎呀，那个青菜竟在7点钟刚去从地里向拔起来。哎呦，那啥来啥不觉着？我来看看，我从来没买过。凤爪、酱牛肉、八宝辣酱、素食鲍鱼、糖藕、腊八菜、白斩鸡、姜鸭，不咋浪费。全都啥留下来了？清炒肚丝、鱼排、牛腩煲、油吞排骨、鸡头面、小炒王、朱红心炒酥、蹄筋、白鱼、朱红心姜饭、八宝饭、春卷、炒鸡汤，里向一整只菜鸡，一上一台子菜，还吃10几个人，真的实惠了。阿拉牛蛋现吃，好吃的春节再买。后来你吃上年夜饭谁想那个啊？不吃年夜饭，我也想侬个。今朝中浪素质2级青菜和面，哪能？好，菜下面你多点下菜，里有个特点个，也是嘎噔，也是好吃。素质有个么子，上海是100%有的。米蛋不一样个，那上海人晒的菜个么肉呢？哎，对。那个青菜分大清爽，然后我大清爽，这个啥么子？要命个嘞！苏州焖肉，吃子想着侬，苏州淡淡好。一道2斤烤水的，喏，过来1块是我。1块啊？啊，你要葱个？葱，真的葱个？牛奶啥颜色？牛奶咖啡啊。哦，牛奶才是这个颜色。牛奶咖啡。我靠！吃菜下面。我来吃了多少，从来没吃过介好吃的青菜，越是甜越是浓，背到上去。所以你觉得我也是咁结结个人，上得厅堂，下得厨房，1块让你还当2块用10块。搿苏州的焖肉特别好吃。